后来继续来看今年治流行感冒的预防车，毋是介平静。疾管署伫初三来公布讲，有一个慢性腰椎病70岁太太，做完着预防车了后，伫困梦当中来过身，初步判定是心肌衰竭，甲这个预防车无关系。也毋过死者的家属向平面媒体来投诉，讲这位太太做完预防车了后，头痛、四肢无力，讲话讲袂清楚。但是疾管署拢无来公布这症状。他本身是有慢性的肾脏病，还有心血管疾病，那是有装这个心脏的支架。死亡诊断书是开心肺衰竭，初步的研判也是就是跟流感疫苗是无关。这是指挥中心初三公布一名70几岁的妇人伫咧注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件。疾管署讲，这个妇人伫咧19号注完疫苗了后，伫咧25号伫咧厝内困倒的时阵来过往。初步的判断是参心血管的疾病有关系。不过，妇人人的新妇林小姐率向媒体来投诉，讲伊的大家伫咧19号因为胸腔后面会痛来看医生，结果注了疫苗了后，煞出现头壳痛、四肢无力，甚至讲话袂清楚，了后煞伫咧困倒的时阵来过身。林小姐是真不满，伊想要问疾管署啥拢无对外公布这个症状，疾管署嘛出面来回应，因为病因牵涉到个人的隐私，所以爱避免讲伤侪参疫苗无关系的内容。不过，嘛有专家来表示，流感的疫苗的副作用，袂伫咧治疗后造成心肌衰竭。他本来有的问题，本来潜在的疾病会爆发的情形，跟打疫苗确实是没有直接关系。但是它是预防它流感，然后间接保护它心肺功能的变不好，并不是直接去改善它的功能。专家嘛建议讲，想要了解真正的死亡原因，该当靠解剖来查清楚。但是这小连续出现注疫苗了后有不良的反应，也互今年注疫苗的状况真无平静。